你買嗰份旅遊保險出咗事係咪真係有得賠，定係使咗幾百蚊，其實只係買咗張廢紙？消委會最新報告揭開保險公司絕對唔會主動話你知嘅魔鬼細節。而家去旅行買旅遊保險係常識啦，但係你係咪真係以為買咗就乜嘢有得保？太容易信人，你便輸咗。消委會最近收到單 case，徐先生一家去日本自駕遊，上山去酒店嗰陣遇到大風雪，架車被困喺山區超過8個鐘，好彩最後有救援人員送到酒店。佢諗住，咦，呢啲旅程阻礙或者旅程延誤，保險實有得賠啦，於是就 claim 翻緊急救援同酒店錢，加埋埋成10萬人，即係差唔多5000幾蚊港紙。結果保險公司一個仙都唔賠。點解？保險公司話保單寫嘅旅程阻礙係指你縮短或者改行程，而旅程延誤係保障公共交通工具，例如飛機、火車。你自己租車，sorry，唔算公共交通工具，所以冇得賠。哇，真係估你唔到。你以為淨係自駕遊有福，行李問題仲攞命？李小姐由溫哥華返香港，見行李寄失咗足足31個鐘之後先揾得返。佢份保單寫住行李延誤，每6個鐘賠300蚊，咁31個鐘，照計應該有1500蚊落袋啦。又係 too simple，sometimes naive。保險公司又 say no，原因係條款寫明行李延誤嘅賠償係俾你喺目的地買衫褲、牙刷呢啲必需品用㗎。你而家係返到嚟香港喎，你屋企咩都有啦，仲需要買咩必需品？咁所以唔賠，真係吹到啤一聲。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嬲，好似俾人揾笨？呢一啲就係所謂嘅魔鬼在細節。保險公司最叻就係玩文字遊戲，每一份保單最後面都有一 part 叫詞彙釋義，定義咩叫旅程，咩叫公共交通工具，嗰度先係真正嘅大佬，決定你有冇錢賠。咁行李寄失唔見咗賠幾多？呢個又係另一個行內秘密。好多保單係有上限㗎，例如每件行李最多賠2000，總上限可能係1萬，而且你唔係成個爹賠俾你，係逐件計。你話你個行李入邊有部 MacBook，sorry， 電子產品通常都係不保事項。你要 claim 最好要有齊單據正本，證明你件嘢值幾多錢。冇單佢哋可以賠得好少，甚至唔賠。claim 嘅對象通常第一步係航空公司，搞唔掂先再揾保險公司。咁返到嚟開頭條問題，你份保險出事係咪真係有得賠？答案從來都唔係有定冇，而係你買之前有冇花10分鐘睇清楚不保事項同詞彙釋義呢2頁紙。你嘅保障唔係由個 sales 決定，而係由你睇唔明嗰堆細字決定。如果真係同保險公司有爭議，可以揾消委會、保險業監管局或者保險投訴局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所有會去旅行嘅屋企人同朋友，確保佢哋唔會成為下一個中招嘅水魚。